压根熬年，我一定要跟大家介绍一下，比黑矮学妹哦，而且唐贡呢，以根本你懂有型，他是代替他阿婆来现场介绍的。你们有叫学姐？学姐好。你係你來講表一下。看到帅哥美女，马上就你的。那你应该是看到镜子喽。我就是盖一下子。哦。可是这个喊的本身很哈美哦。那这样子。他呢，某一大众这个不用他抖。喜欢他。好，没问题，没问题。好，我先选。我要黄色，今年要很旺。1、2、3、5，不要那么拔辣嘛！跟你最后那道10分多料理。哇，好残忍！因為有個問題哦，那人數好當然。Hello，各位電視機前面嘅觀眾朋友，大家好。還有所有現場嘅鄉親朋友，大家好。我要樹坤，一家之主。我係民主，我係白強。今日呢來到苗栗區我嘅 T 牌，來到銅鑼亞道邊。哦，銅鑼，可以講銅鑼燒。好啦，其實到銅鑼亞道邊呢，個有名嘅主要一個台灣客家文物館，主要到啲道邊嘅。唔過呢，最主要係一個啲道邊沒有當到嘅料理熬年。哎呦！等下再介紹我們參賽者，先來分享到給你評審欣賞，咩係菜題嘅劉謝定劉師傅。劉師傅，劉師傅，謝謝你。好，你係分享到係李志龍李師傅。各位朋友大家好，我係資料。李勇哥你好。馬上呢，出來分享到給你的參賽者，我這一組呢很特別哦，跟第一次有這種組合啦，兩個都是親家母。請家來分享嘅係雲姨姐，然後秀儀姐分享。大家好，大家好。你講真感情用嚟啱好咯。哦，好。唔怕，先來看一下咱最近嘅分享到係母子檔哦。我們現輪哦，大家媽媽窮下來哦，搶貴啦。大家好，大家好，大家好。哦，放羊。好，先來談翻下邊秀儀姐啦，雲姨姐，兩啥親家？幾樣啊？請妹。親家請妹。請妹。親家冇來。親家冇來。哦，親家母是叫做請妹。了解好多嘞。咁用啥有冇上來安槍啊？啊，真是啦。係啊。咩唔講咧？當都有咩人講咧？對啊。淑茹姐，你就差個眼鏡了。黃色崩色咧，迄種係廿妹嘅加半格拉嘅種，牙心口，廿妹做牙心口。嚇，這樣啊。銅鑼呀，特別有嗎？好高、好料、好食的嘛。銅鑼哈，其實銅鑼是個好地方咧。那佢料地方啦，簡單講一早就好啦哈。銅鑼還有什麼有天空步道，那一道就有。按銅鑼沒有呢？按銅鑼按到藍色天空步道，你要到這個藍色的天空步道哈，你還可以行去旁邊呢。步道入來哈，剛可能都要藍色步道哈。那應該用公體的語哦。對啊。我們補充一下好不好？因為彩婷啊，其實銅鑼動作非常好嘅素材做得搞啊，他就除了搞嘅素材哦，他就嘛個做得撈大家講嘅分享嘅，就是我們在地嘅特色就嘛個。銅鑼鴉片有客家園區，客家園區鴉片就4、5月份嘅時候有代表苗栗發油桐花。哦。就5月雪嘛。哦，是到這個銅鑼這邊是不是？嘿，因為講起來吼，所以來到銅鑼呢一片吼，冇強人嘅書姐就都看到冇強人嘅風景。冇唔錯，銅鑼呢就像家下秀儀姐講嘅，係一個十分好嘅素材。咁按好嘅素材，會有生存乜嘅呢啲色彩呢？馬上來看啦。好，呢係打開嚟俾大家看一下，來到銅鑼愛食嘅東西咯。哇，冬瓜，有安泰呢哦。對，也一聽懂聽。係啊。好，今天分享到嘅也跟熬年，我一定要跟大家介紹一下，佢係我嘅學妹哦，而且唐貢呢，佢根本你懂有型，他是代替他阿婆來現場介紹的。啊，真係懂厲害，分享到嘅係楊玉婷，玉婷妹妹。玉婷。哇，非常好上呢。呢度先。貴重英眼神。貴重英眼神就帶。你發中發到安重哦。根本有上天師啊。你沒有叫學姐？學姐好。做乜嘅根本你係推你阿婆來係嗎？阿婆根本啲骨無農忙，就冇辦法來。當要孝啦，真嘅。咁阿婆也係阿婆種嘅冬瓜係嗎？你冇介紹嗎？要太冬瓜就啲苗栗縣東研就有種。哦。比較常看到，嗰個呀西冬瓜係啲公館銅鑼鴉片，咩
较少人种。铁油的。阿婆种迄因为太冬瓜就种动态啊，就不用快摕，就一下就生唔摕。所以阿婆就去市场上捞啊，就捞到的那种西冬瓜。很适合我这种小鸟胃。野冬瓜加盐，我比那种太冬瓜的盐我来得细，我加皮较嫩。肉我较杂薄，煮汤就较唔会生甜。不过这个真的是好，冇马款过啦吼。一种莆田菜瓜，佮做中就做大，故说阿婆佮我啲农力，就喺 Q 力嘅声音嘅就先点盐。整件小狗同好，涵盖有当常识以外，有讲到动到重点的事，今日带来啲都嘛该料理。是你煮的吗？阿婆煮的。你煮的？阿婆冇。你真的可以取代哦！我继续加油吼，打开了口。哇！你要买个痛啊？冬瓜，你来讲一下菜名好了啦。好。冬天遇见你，芋是芋头的芋。为什么是冬天呢？冬瓜。呢度有掺一些的小冬瓜，我米丝我冇强用，我有的有先煸锅就。佢就较唔会生甜。你煸诶？你妈妈真的怎么会皮用出啊？真的会摸诶？阿婆皮用的。好，家家都食看吼。哦呀，通头冬甜咩？该遇见你已经冇品了，因为台卡圈有食过冬瓜痛啊，就是排骨痛啊，但是没有吃过加芋头的吧？冻小。太家的品评下师傅，拜托帮俺美美指导一下，你知道？懂我啊？阿姨凉茶感觉好食吗？妈妈，很好吃吗？好呀，个按感通人的食材，相信等下比赛一定就会做得出感通人的料理，马上就来进行挑战喽！不卡好明星，大家家庭都有算係自家嘅好明星，用最低限天嘅時間地度，用菜地嘅指定食材，做出自家嘅素路菜。到底哪家嘅明星會較上癮呢？準備拿出人嘅好本蛋，一家之主上菜嚟！好的，马上就来进行两关的挑战呢。谁来谈看啊？两个风水带来料理系乜嘅？冬瓜炒肉絲。哇，好食咯！肉絲。好，两下谈看一下吼，我们咱最今日会做嘅料理系冬瓜炒汉。汉呢？还不错，好食吗？好食。总共已经呢，冬瓜系偷掉对嘅法料理，简单发比一下，都做得有会表现。大家有信心冇？有。马上就来进行挑战，倒数3、2、1，抢开始。抢开始咯。好。两片冇强容。老康那两道也好。啊，这冬瓜哈。来豆腐。看还有按的抢美感情啊！对啊，很难得啊，真的缘分太深了。对。来对个冬瓜切上够轻哦。冬瓜用我切都有一些像西瓜。真的有像哎。还给切个炙烤切的。做的，用给没做的。哦，该浓梅的吗？哎，该浓梅。可是最甜不就是那个吗？我那。跟有汁的浓样会好呢。好，我无汁的浓才会甜。真哦，唔是紧张，慢慢的乱拍。一冬瓜迄样的，切中的一样的。买。好厉害到这了。我跟你说，我今天好有压力哦。站在我们大哥旁边，我觉得我颜值已经输了100倍了。真的，他有点像是王世贤。轩能哥，你黑中在旁边呢？你过来吃师傅黑吗？那之前的园区，是上班上下班啦，他好煮东西。出来煮快菜汤几久哎？一年2餐多。那一方面成？做面食馆。哦。最家常料理。对，是他较简单的啦，系啊。那很多豆豆认识摆一下码头菜街，就会成功鱼要在基地等老师傅也都要学一下，见识一下。今日係你來播哦，有誒哦，表一下。哎，看到帅哥美女，马上就唔記得。那你應該就看到鏡子咯。照鏡子。哇，你很爽呢。好，表一下姜媽吼。其實油下也是有熱就可以的。好。但你姜不要下太多，下太多會它被嚇死。會太。會變姜。我先姜。我先姜。
真的做过金奖了。那我们做的这个喊呢，有先做过什么处理吗？有，它呢要选金，地土沙啊，最好是冷水，对，就会有冷水，因为土比较快。好，显沟里等一下张都中了。啊，谢谢。为什么这边的让我的压力也这么大呢？你们2位太高了吧？穷够了哦，基因很好。特立齐全啊！啊，等下哦，开始炒牛了，那个是葱的是吗？葱老酸的，酸条啦哈，老酸。基本上用饼的就当香的，我选饼的。我妈妈选饼的，我刚迄个冬瓜先煮的话吼，迄物件饼的话吼，边会碎碎，要碎都无香哈，准要选饼香了哈。这准要过选饼些的盐落去，让因为准要其实较细些的盐，准要有一些咸吼，我较好食。刚你讲都米吼饼的话，人家冬瓜是偏咸的，准要淡辣，哎呦冇食。哎呦，专家哦，妈妈。听你讲话也好疗愈哦。刚讲好讲法咧。你讲过年过节2家乡下的时间，2万年。大乡下煮。团圆饭糕过来牙来做。你们厨房也真大。很大，我这边盖一下子。可是这个喊的本身很哈美哦，那这样子。喊的每大送就是不用看走的。好，没问题。过年过节2家乡下的时间，2万年。大乡下煮。团圆饭糕过来牙来做。你们厨房也真大。很大，因为东西很湿，故说厨房特别总还太多位。其实人家的家庭主妇很辛苦，厨房要大，不要小小太懂捏啦。真紧，厨房要装冷气。要叫嘛，跟你未来的玄彬喊一下。冷讲的话吼，我就冇加按夹标哈，因为那样冻胶就甜味都就出来哈。过呀，冻胶就标下来哦。我害怕冻酱哦。这样还炒哦。你应该有熟透哦，其实它硬哦。等一下会加水吗？水腿大味，喏。炒了就。刚才冇问到，你这个肉是梅花肉吗？我今日吼，迄个嘛了，肉丝较软呢，基本上，其肉丝几条呢吼，刺起来较软呢。你磨完吼会湿湿，对，就两款一边烧冻肉，一边烧较硬死。也不容易贴的哈。好。好，先看一下咱水。哇，妈妈你也豆蔻冻活呢？没有啦。现在去籽。那我们这边是在做什么的？我刚刚先爆香它之后，我现在要先炒，因为这个穿烫完之后不要太透嘛，不要太透，要先炒应用便利豆落米嘿，炒的时候，那要加一点点蚝油。怕冻好深咯，我觉得嘅米。对。要木烫多，要煮蚝油提来干米去了那边听。其实你嘅做法让人妈妈就有强哦。主要係佢好料理，佢做嘅時間就。迄做早的呀。從形起來出發，然後變成轉牙嘛用。都加一些糖。啲糖，甜，因為人強嘛下去，我一點味道，我帶緊面頭。跟你按好煮料理，你最好看的米色芥末黑吗？不一定要講我們的，我講真的。我講網絡嘛，就看個，什麼都看了。東家都看嘢客家料理，因為一個客家人，然後看嘢。你講哪一節目？哪隻節目？煮人一家之煮嗎？係啊。跟你最好那道食譜做的料理。哇，好殘忍！你看有什麼問題哦？那先出貨章啦。評分之後再回答。貨章講好。像安尼就有點蠔油我來帶色嘛，帶色上來。個冇調太火，我辣以後，差唔多有點滾，然後人就下หั่的。哦，要怕米頭也出來。所以現在水這麼多，係味道等下會翕解หั่。我翕下嚟，翕下一下水下我就較多啲去。所以講也唔會完全乾炒，它會有帶一點點湯汁。用火味。有點帶湯汁啊，所以我講要冇必煮咗長頭，長頭我規則係花頭。這個不用หั่的嗎？差不多。媽媽皮了皮厚了哈。媽媽，你這樣悶不吭聲的就做完所有事情了。對，我媽是最佳的小幫手。
跟大家汗雷打壳了之后，哎，对，等一下稍微上，对，就是盖一下子。哦，可是这个汗呢本身很憨美哦，那这样子。汗雷磨大送就是不用卡走的。好，没问题，没问题，我们就尽量一下。你带了呢？好，那就全部给它。反正咸度你是不是等一下会重新调整？到时候再就是你它不要先再试一下子，嘿，然后现在就是要让它先赶快要泡到。好，那它这个很快就好了。好，盖子在下面哦。嘿，好 ，OK，谢谢。再给它盖起来，给它焖一下。哇！哎，准备了试看了有汗冇哈？好。你有松吗？他在开门的。我很怕。哎，做对了哈。做对了。哎，做了。要不要试一个彩条啊？要再比去改下，哎，再去改下哈，去改哈。他也很差不多呢，我就冰呀抢着了，做嘛抢着呀，刚没冰呢，因为抢着给当酱熟。哦。刚刚冰好哈，再一下点点哈，就可以了去了哈，就抢着时就会开抢。那考验他用该管副教粉豆熏条。不用洗了，哎，不用洗。刚刚放了吗？忙有冰，哎，不用，刚刚都米黄姜来不用洗了。好呀，刚系呛掉哈。冻酱哎。后尾黑嘛？哎，我过了。后尾来了，来了。豆腐黑吗？对，豆腐哦。好。7、6、5、7、3、2、1，时间到。所以就来吃看那铁管底度，那部卡米西靠好食嘞。冬瓜都在兩組變出乜嘅料理呢？鹹甜米絲都冇共用，先嚟試一下風吹嘅料理。好，試看哦。雪玲姐特別夾了紅蘿蔔，又熟了哈。冬瓜冬甜嘅，胃充甜嘅。凍好食，凍好食。凍好食。你用胃講可以放。那馬小得搞。哎。玲玲懂說哎，玲玲有說，你有沒懂說？有喊他說，媽媽咁多咧，好吃，好啊。好了，關係南書嘢看啦咯，冬期大雪雞行了哦，試看啦，行了。冬瓜緊緊瓊一講哎，因為調麵，還有保持它的那個硬度，可是也不是硬喲，有入味。你剛剛喊的東西米冬甜。我們比賽的時間非常短哦，你看短的時間讀哈，按照你做到安用，很簡單。就已經這樣辦。喊的跟米是較甜，不是你講的是米哈，跟米當甜哈，做飯冇用，吃起來就冇共用。對，真健同心的。桂蘭姐吃這樣辦？當好食。有沒有好食？當他們的一啲。一條，它感染一條，對客家的味道。緊張的時間就到了，馬上先來請謝玲師傅搶本書。咱嘴，然後就過來看一下哈，李志亮李師傅。有本，講清楚哦。其實煮的當好啦，切的唔看嘅規則當中央啊，嘅紅蘿蔔老嘅冬瓜攏當好，可是差多一絲絲的啦。啊，你吹呢，都嘛不一樣呢。人家冬瓜太帥了。人家冬瓜有黏黏的，有黏黏，有鹹的味。佢冬瓜撈鹹呢，cái湯汁三種米是係冇共用的。啊，cái米是呢，有鹹的撈冬瓜結合共，哎，有表起煙差，cái米是當好。剛好，是。志亮哥，先講鴉片哈。好講。鴉片佢肉是共硬，共用的意思啊。再來我建議哈，炒肉是全部都切絲切條，啊，冬瓜則切片，而且人一片要濕了無辣頭，也係煮了無辣頭，真係濃硬。那個比較講樣啦，其實用油都要炒過，再用水去當家中樣咧。冬瓜因為佢本身含水量十分的高，用油去煮過以後，要油的溫度來較高。我當夾不熱，當較醬油。哦，係呢係一個小秘訣。啊，鴉片呢就唔是白而家冬瓜鐵砂糖樣，覺得佢都炒一下嘅時間，
嘅หั่嘅含度有控制好，嗰個嘅米絲又有糯米，所以係選擇鴉片。謝謝。韓國人感覺記得หั่的那個時間沒抓得很好，就是一打開來它就起鍋了，好好吃哦！我要再行動力支持一下嗎？好啦，既然牛排唔怕，還有時間做得大餅啊！吼，今日呢就看一下謝林師傅帶來嘛4個料理要教大家。總鋪素滷菜。大擺呢，謝林師傅帶來的料理唔但講好食個名誒，每本太甲英雄農城，像是經典的雪中紅，還有什麼離人長相思，今日你又會嘛個？要不要黑馬蓋？大塊富貴，咚咚咚鏘！哇，咚咚咚鏘！咚鏘！啊，法度哪裡？法度。等下就看得到誒。啊，咚咚咚先少改它。咚咚咚啲呀。冬瓜。冬瓜啦。等下有顏色。啊對對，啊你3個咚誒。咚咚咚。咚咚咚咚咚。啊，我知道第3個字。等下煎嘛，唔等下你啊煎嘛，就那就會咚鏘。哦。啊，還有嘛個食材？還有筍絲。哦，筍絲。洗澡的筍絲、冬瓜、薑媽、薑菇，嚇，即係麻油餅湯。麻油餅湯。係麻油餅啲餅湯，你調油，然後先薑料落去，兩包。啊，解下你阿摸熟嘅多，你阿皮係嘛解啊？哦，你皮哦，我啷講哦，冬瓜削脫，皮削脫，跟囊青色嚟嘅囊提起來，我用油走過嘅，我哋蒸過嘅，所以你係熟嘅。哦，你係熟嘅，等下我做白飯用嘅。你看他真的很在意熟不熟哈。嘿，你熟嘅哦。啊，做嘛嘅就可以試試加變通啊。變通撈麻油啊。變通啊，炒米油塞落啊，送塞落啊。薑媽、冬瓜全部先落去炒皮炒。你睇個粉圖做得吼，因為我印象當中嘅麻油總得調高粉啊，會腐體咯。好。咩明火較唔好？哦。你唔係明火啦，你係上腳嘅料理。變通係為到幾個洗頭好款吼。係。睇下有冇？我哋係齋嘅哦，我哋唔係粉嘅哦。哦。所以吃葷的這道菜就不能吃了哈。可以。啊，你阿家係調酒嗬，喺度水，米酒一啲咧。有問題冇？米酒。你全部都表面落去，當然拿一包說，等下。過啦哈。你係濕過湯過嘅。過啦哈。水子有問題有冇哦？給你導覽一下。啲水好難解啲，水香我有。誒。你盲落嘅？唔係，然之後解下，你跳落啊。好。再壓嘛啊？哦，哎呦，這是它的面膜，是不是？啊，這個花哎，這一縷白蘿發塊就是這個發塊啦。哦，白盤都懂講哎。富貴咧。嚇，富貴。也富胎啲都要啊。富貴係富。你啊，等佢翕一下。你一陣紅蘿蔔醬落去，等下為什麼這是最後？咱們調落，我得扣在這盤子裡面上面哈。啊，又倒出來要摘菜了，大概唔要讓我煮摘菜哈。用冬瓜，哦，一下子好哈。一下子。這種通常都看到什麼樣？這樣做的打開了。冬瓜又落煮做得了呀，會落嘅。啊，像這道菜，出了有做齋耶。那如果給扁法扁那種葷的，也可以沒做得啦。你係做飯嚟，你做樣嘅嘢，你冬瓜要落去，是這麼簡單嗎？你要做很簡單啊，筍絲到嘅溫冬瓜，我冬瓜一般來講，我都唔會炸過上去煨煮它，你啊，將個米溜起來溫涼。啊，這個你要不唔拉胎呢？做唔得按胎啊，按胎就唔講嘅呀。它現在都收汁了。嘿，收汁嘅呀，你收汁就表示幾話好嘅。我這一道菜一定要吃，因為電動球誒。不是因為。好，我先選。我要黃色，今年要紅旺。1、2、3。哦，麻辣嘛。安尼4碗飯。大家都一定吼，每次最 sale 嘅摸盤誒。我這一道菜一定要吃。因為電動球誒。不是因為好啲出菜名，感覺食得會有福氣，大概有富貴，有咚咚鏘，咚咚咚鏘。
菜名很漂亮。哎，爱用菜是挺好学到啊，因为我们都是负责第3个冬。其实咱人讲，其实伫土菜啊，系做得嗰种诶，用安尼拍好，过后用蒸的方式。好夹系吗？嘿，用蒸的方式就当夹诶。那你收1万番了。哎呀，我是跟你说，我们大白瑞饼吼，每一次最 sale 的是摸盘哎，好像在帮小朋友装便当哦。会成功吗？当然成功。哎呦，当然成功，这不是做一次而已。见证奇迹的时刻。空空谁了？哎呦，哦，我绑票哦，因为给啊 ，Juicy， 为什么要压抑啊？哦，很强哦。用一堆香菇啊，花开了。哦，我跟米林还行啊讲，太有味道啊。因为人家想讲哦，穷下来脆哦，它这个外皮是不是加红豆来汁的吗？嘿，穷下脆记住要汁的，记得汁就会流出来。是吧？上西面啊。嘿嘿，错。好，做好嘞。哇，完成。发财富贵，咚咚咚锵，好菜喽！在到也嘅发财富贵要咚咚咚锵咧，先來出題目，咚咚咚嘅題目。客家諺語講，乃冬瓜唔好作苦瓜來亂摸，意思係乜嘅 ？A. 愛惹是生非 ，B. 欺善怕惡，怕2哦，不是3哦。好，我再看一次。哦。做苦瓜來亂摸，亂摸是這樣子嗎？順摸，對。亂，好，先來猜拳莫講答案。我想二兩節來好咧，好來，今天全部講到位，好不好？你當驗證款了啦。哎，先來猜拳，等一下驗證款。來，你有出馬嘅？不要聊這個，剪刀石頭布。哇，好，先正來。好，你會選哪一隻題？答案 A 也係 B 咧。愛惹是生非也係欺善怕惡。那冬瓜唔好做苦瓜來亂摸。我要用 L B 嚇。係啊 ，A 也係 B。A 也係 B。佢想係選 B 啦。佢會選欺善怕惡啦。啱啱就是做啲選愛惹是生非 A， 到底答案係 A 也係 B 咧？答案係 B。耶，貴其他嘅意思係。那太冬瓜冇法做嘅啊，就那誰不會來亂摸，比喻係欺善怕惡啊。哦，就這樣用啦，了解，明白，可以給我吃了嗎？可以的，謝謝。你們這樣會不會欺善怕宣倫啊？可是你們剛才得到2分呢。係啦，好啦，冇怎樣用現考一六十。其實是兩哈，做得剪開來啦，那兩未剪啦哈，那就葉拿開來。啊，你這個剛才這道手續是為了什麼？味道醬啊！味道醬啊，為了漂亮啊。啊！我考驗自己好些嘛嘅，因為是順乾啊。順乾。也係是用過沒做的。哦，懂拉咪。真的嗎？真嘅。要學到媽就係梅事嗎？媽要嘅米線唔係愛明顯，不過，做順乾咧，也嘅蒜米懂啦。真的絕配嘞！有顏色到吼，冬瓜佬做順吼，按照我晾曬吼，夾香下吼，跟米絲吼浸好。呀，冬瓜食起來吼，又順乾的味道，吼，啲順乾又凍入味，又冇忝鹹。哇！我想講屁白色的暗好食嘞。你濃我濃，你看得到是唔到？宣倫，你做馬做的事嘞？哎呦，時間中了哦。都唔掉，老師做會挺好。有吃就要講哦，有吃就要講。會想到會都唔掉，是看那個。吃起來怎麼樣嘞？冇法講有沒有吧？極限哦，真的很好食，真的。你是吃過呢？
宅呀哈。古手呢，料出料理啊，厚厚推荐台气嘎。怎么说呢？你家的干货一定要备着客家干货，不然农建党的色彩呢，马上就变发出懂油哈嘎米哦，又嘎懂咪咪。啊，等一下就会玩风水化腐朽为神奇哦。什么化腐朽？化腐朽。等下尬就厉害了啦，吼！腐朽为神奇。好，等下了金行最方面一馆风吹 Andy 要迈出我们最大的实力了，马上就有金行挑战喽。料理逢6點，涼脆會用現改嘅方式結添主要食材，撒點萬神中葡式實天我做嘅料理。啲之前都唔理會觸到乜嘅食材嘅情況底下，涼脆係咪會因為太緊張嘅殺亂紛紛麼？一家之主 ，Andy 隨來上菜嚟。好，又到係料理逢場嘅時間咯，先來看一下叫乜嘢咧？菜色係乜我要做嘅菜係醋溜魚片。醋溜魚片。所以等下講嘅東西應該係鵝啦，吼。溜啦。哦，溜啦。對，醋嘛嘅魚片。好啦，看嘛嘅先來手啲嚇。我們兩個代表好。好，茄豆沙挑布。好，我先選。我要黃色，今年要紅旺。1、2、3。哦，是芭樂嘛？佛手瓜。西洋瓜。西洋瓜呢？走的嗎？這個是什麼菜名啊？這是醋溜西洋瓜。好了，現在都看一下，說不定我的更傻眼。第一拍你看手。好，我們選綠色好安全呐，哈，好不好？好。1、2、3。哎呦，潔皮，哎呦，蓋皮呢？蓋皮。你們去哪裡收集那麼多潔皮啊？確定是魚片嗎？1、2、3。哎，真的啦。真的魚片呢。好啦。乾杯，乾杯啊！哎，有些人不敢吃雞皮耶。我喜歡。可是用醋溜雞皮，滿滿的潔皮，全部都潔皮，現在你厲害咧，有信心嗎？冇問題。吃肉要給信心嗎？熊眼瓜一有信心嗎？收得咯。好啦，加油，梁祝加油！馬上就來金行挑戰嘍！等下嘅醋溜熊眼瓜。醋溜，蓋皮，都帶着邊發出馬本太假，甚至連製作單位都冇想到咪，拭目以待，有信心嗎？有。馬上就來金行挑戰倒數3、2、1，搶開始。趕快洗。要咩殺人啊？哎，我們什麼時候運氣才會好一點？對，但是還蠻好玩，有時候會想念。其實大家都是看一家之主來看新菜單。因為家我們有可能都會想講，哎，要怎麼整主持人呢？哎，結果都整到了。都整到了。莎莎來看。哎，你要謝題一下啦，要跟牛粥啊，要跟熊眼瓜有處理過嗎？忙死。天哪！第一擺吼，旁都講嘛，用熊眼瓜煮鹹筍香。係咩？用個菜。好嘛，好，裡面就是我把它創新，哎，又多出了一道哈，我們不曾試過的菜。兵來將擋了哈，說不定哈，海擺哈，要嗆贏哈，也可以這麼做了哈。對。那你們目前的想法是什麼？就用醋溜按方式來做。我等下，那可是熊眼瓜感覺同啱，我以前食過冇啊？其實唔會，要不要？因為假設係五片嘅做法咯，又掉因為狗油啊，那你們的做法？我們不要用蔬菜沒有硬軟呢。你看他們又說我們不夠軟。哦，那吃看下。西洋瓜本身係硬，佢應該唔會凍硬吧？你看佢即係知道唔會很硬嘛？注意了哈。好啊，嚟呀，好先上一下。哦，先幫你上一下哈。哎呀，上一下哈。等下長過來看你上到馬蓋哈。好。量拿住好啦哈，量夠就好。做得嘞，一顆就拿嘞。哎，對。哦，我就來看一下現輪，等下做個事情係馬蓋。雞皮醋溜。就是這個哦，先去油係嗎？對，因為怕說過油的時候它容易油爆。哦，我就會用泡誒。它的因為它是皮嘛，然後先把它切成大概適口大小，一個嘴巴可以吃的大小。到時候嘴巴很大哦。你還可以故意噴血的呀。對。先試味道。幹嘛？
就他们的吗？他们对了。这个醋溜系列的料理，你有某片的编法，就都一嘎子做底度啦。应该还没讲到鱼片呢。啊，没有啦，没有这件事。问一下，就是我们这个是不要的，这个是要的。对，我们把皮留起来，然后到时候再锅包粉下去炸。你火锅给我揪起来耶？对，所以不要太，因为你不要太久，你油温过不要太久。先问一下，因为我看鱼片的做法咯，有都因为先卤一下，就是鱼片会先腌过。应该从鸡皮我也先卤一下吗？要米酒去腥还是怎么？鸡皮的话，你可以对，就是米酒加一点点盐巴。干吗？要，嘿，来那个米酒过一下，谢谢。也是个染埋吗？一点点就好，然后盐巴。胡椒粉来吗？胡椒粉看个人，因为如果说在家里有小朋友这些吃没办法吃的辣。好。然后我们是沾薄粉，就是地瓜粉跟太白粉一点点，好沾薄粉。我会去。一看个人啊，我会去试油温啊，像我会切一小块葱，然后还要起泡泡，这样 OK。厉害哦！油温粉呢，是香喷其实口感蛮好。我发现到因为粉哦，唔单只係粉呢，就干嘛東西？地瓜粉咯，要加啲糖。啊，糊嘅嘛嘅。你把握時間咯，啲啲已經係。胡椒嘅嘛？胡椒粉就得啦。但係根本我開到唔要嘅天地咁樣乜嘢啊！我可以自家吹嘢。因為啊，我印象唔做呢。好，啊，先幫你鋪一下啦，等下唱歌咧，看因為有乜馬個師姐會用嘅廚師幫我好嗎？好。马上没有。等一下，我处理一下那家务事处理。阿老公，他只有6升没有听听，其他脑酸头老姜嘛拿到煸就冇时间。先切好。我们先煸对位，先煸都一般。好，我样好。我觉得好。我唱个今末会糖耶。那个先唱，我唱，我中央唱，哎呀。你如果要唱的话，我先热锅。哎，好，样嘅吼，我全部，我手起来咧，我全部切好嘅吼，全部切好，哎呀，可以吼，因为要总我开手。我切片，我糖豆咧，切片切好嘅吼，而家较笨的啦吼，咁炸下来呢吼，葱条忙切了，洋葱，还有呀，你确定现在要用吗？我用了哦，牌子那点。啊，像主持了，然后成熟哦。那一场，像要庆奖啊。哦，写林姐，庆奖，先让他站好，先让他站好，先让他站好一下。拉姆。好，计时开始。现在才计时哦。那样讲，我呀吼，国新买了了上白香。对。我先来调米嘛。嘿，我来调一下米。我加落唔错。刚才命主姐让第二个建议系讲，就是这个煸的过程哦，走在线起个走啦。对。哦，先炒糖。因为是醋溜嘛。醋。30秒枸杞咯。那一碗是什么？这一碗是什么？醋。鱼露，该鱼露。这个可是没有鱼，还要鱼露吗？不要。因为我知道醋溜鱼片一定要鱼露。不过，这没有鱼，不要，要煮冰落去。哦，形容一下，好酸。对，就让它去煮一下就。时间我倒数喽。吃一下米头吗？太干用，是不是？等一下。阿妹哎，厉害！真的，你冇下咧。1、你下边翕出来。倒，好。厉害！好，Happy 啊！时間到啦，姐姐。啊，必須厲害！我加水冇？我加啲水，加一起寫。自己加。一起哦，對，自己哦。好，啱啱就先枸杞咯。丹。好，記住下。好。先枸落去咯。哇，你鋪埋嘅，梗係批到埋嘅，我創條還有。哇！等我一下，太好吃了吧！很像在日本料理店。哇，冻厉害！还没。你小马盖，我觉得还不错啊。来，志勇哥，用盘重的哦，重的公盘。先用眼让你讲哈。给比赛冇拉水。哎，大家衰了，我牛几个。
所以我们要再泼一下，唔差人全部落空啊！冇难拍啦。好，会用哦，用一下。好，到这边。所以我们只用10秒，是不是？来，厨师帮帮我。而且奶沙，哎，铁定，来，你知道？咁无阿你。来，开始，开始。汤匙嘞，哦，等一下，汤匙就抹汗。先试味道哈。你干嘛来？哎呦，用蛤蟆来吗？蛤蟆，对了，哎，蛤蟆都蛤蟆，按蛤蟆。现在我们不是在做不是马卡龙哎，真的很咸，救不起来。加水，稀释。哦，对，那个。他把那个鱼露全部倒进去了。啊，那是鱼露哦。对，那是鱼露。你以为是醋吗？我以为再一次。他以为醋呢，我以为是醋。哦，没有，醋豆俩片。哎，他拿错了。因为鱼露通常一丝40头啊。水豆在现打过了，加是等下有加水。来，蒜丝豆俩片。对。而且薄芡其实可以最后再加哈。好，这滚呢，该倒落来，拜托，倒落来做鹼浆之后诶。我讲好，较赞，哎呦，真是有 feel 到。加要咸死爱。你啊，佢夠唔通嘅，撈到嘅想吃啊。可以了，好诶。我有方法。做的其實很不錯啊，那個。就是。那咬時候，那個雞皮不要那個太濕哦，會爛體的哦。好，加鹼漿拉一下記住好誒。好，來，差唔多嚟吼。OK 嘛？打開來，來哈，哎，哦，改下哈，快有改先，忙我改下哈，先哈調起嚟這樣誒。你是有聽到我們這邊的教訓哦？家有吃到熊眼瓜冇？有軟冇？忙我改下哈，叫我改下哈，讓我只看嚟去做好嘛哈。冇按倒咧，民主。你驚瓜行動上嘅，係冇？要翕一下係冇？我要去翕板球嘅啊。再翕改下。好，差不多哎。你吃空那張我上菜，我們要倒數了，7、6、5、7、3、2、1，時間到。馬上就來吃空那最杯米館，那一部卡張係你嘅猜中福嘞。好，那個醋溜系列的料理，你有某 Q 的編發，就都一嘎子做底度啦。應該還冇講到魚片呢。啊，沒有啦，沒有這件事。馬上現在吃這塊呢，認不出來哦。熊眼瓜哦。哎，你還應該體熱白雪的。我也是。佛手瓜。對。哎呦，很香哦。香味有出來。有一些中醫耶。我跟你們說。我先講一下，那個熊眼瓜，黑公你知道芒辣牛排吧？基本上就唔會軟的哈。有車，我先強調一下下。因為我們煮超久的。有滿意嗎？可以，很棒。有啲像水梨嘅車出哦。裡面又有多出嚟一樣菜。你感覺又醋溜的味道。好食嗎？貴蘭姐。好食。冇叫我咁酥啦，因為大家對牛舌菜較上熟，可以試做看看。但重點我們味道很棒哦。椰皮，哇，你要注意好些。怎麼有點像麵渣？好，最麻煩你。然後拖出來感謝謝玲姐哦。叫多賺係冇？冇唔掉叫多冇人掉。看起來有啦。好酸哦！有 Q 到啊！老師厲害啦！雞皮未 Q 誒，跟外皮未 Q 誒。老師強啊！講真件，也係冇講嘅話，冇人提講佢係雞皮。真的不知道。老實講哈，雞皮可以煮到按樣哈，相當厲害。緊張嘅時間要到了，觀眾朋友你係未 Q 用懂緊張，馬上來看成績，劉師傅搶本分數。哈！有1分了。你竟然倒戈！你要看一下，舉兩個，怎麼會大翻轉？受寵若驚。怎麼可以講安樣？講一下。你要講哈，醋溜就是要鹹、酸、
甜。我们的ham很多啊。ham 香葱哦，酸甜，了到尾的吼，我做嘛不一样的意味性。佢安尼切油醋溜，去做的还有点口感，吃出来吃到有个醋溜的味势。两片我做嘛不一煮呢？佢吼勾芡做唔错的，因为人家有文分呢。醋溜唔係一定來勾芡，咪做咧當好啦，冇氣餒啦，個雞皮炸來當好啦。啊，朱兩哥，規咱這都看你哦，吼。啊哈。講呀，先講風水那邊吼，其實甲本野使用過合過，佢剛剛是較切點到老葉醋溜搭配了，點到口感清爽度完全冇重要，所以我認為也口感較好。啊，一邊呢，我認為也雞皮炸唔難硬啊。但是呢，來炸較硬的話，再落去安尼煮的話吼，可能它的口感會更加有彈性，更加無同樣的口感會再出來，所以我選擇那邊。我沒感覺，其實做啲鋪頭像鹽酥雞店那樣，有點硬，好師兄沒做得啦。錯，故是觀眾朋友，一個醋溜呢，把阿妹嘅關鍵就係含酸甜。至於講醋溜嘛，千萬不要隨便亂嘗試食材。我上好一個食材提示，不過呢，睇起來講嘅話，兩組都有完成嘅挑戰，因為啲兩個食材睇起來都較上手，表現都當好。風吹今日得到2分，藍吹得到2分，恭喜新手！哦，恭喜！風吹得到1000元嘅加菜機，恭喜！咱最今日咪做得到1500塊嘅加菜機。好，馬上先來將秀儀指導大家分享一下點樣參加嘅心得。然後特別的參加節目，我當驚呼連連啦哈！古董話今日哈，可以當感謝啊，一早節目哈，謝謝大家。恭喜！史上講的最完整的一段感謝，有個願意指導大家分享一下點樣參加嘅心得。我好排泄啦哈，因為我真是講啊身體唔好哈，將快是恢復啦哈。我煮下冇通路給人家煮嘅東西，我煮糖啊茶沒講哈，我就我就講純粹陪伴啦。有翻譯嗎？有當翻譯耶！係啊，我問一下吼，今日其實帶媽媽來吼，想法也會不一樣，心情上面冇共融，然後大家分享一下，今日有冇來帶媽媽來啊？來參加之後有咩感想咧？就想講媽媽皮膚較好，從細照顧到大，我煮菜全部阿妹教的，阿妹就較排泄啊，唔會講啊，就較會教我啦，所以講要一個機會嗬，就帶媽媽共下來嗬，來他家來。就算老師學習啊，留他個教我朋友安尼，係啊。係啊，其實我看每次是安樣，到處走走，多試試看，你就發現哦，做菜原來很多元啊。雞皮沒入菜啊。你冇想過用那樣雞皮做的？其實兩組都是準備魚片吧。好啦，問一下媽媽吼，攞去參加哦，從你來要窮下來吼，有乜感想咧？做得讓大家分享。本來我想講，我來講帶下來，我說哎呦，其實我這按路，迄人比賽去排泄，佢講反正都來見識啦點啦，哦，但是講想好啦，要來見識，較好試吧咧。恭喜你們，恭喜！好，今日真係當難得機會，可能兩個茶妹傾下培養感情，人家媽媽老來咩傾都要特別培養感情，而且呢傾下上天世界麼，我知道不管輸呀贏吼。也就係最後嘅回憶咯，特別都會看人哋嘢重播做紀念。係啊，想解下輸入節哦，我咪自己感同身受啦，驚呼連連，大白圈係安樣吼，就可以來分享啲兩個環節吼。所以吼，假設全台灣還有哪一邊的哪一片嘅朋友吼，你的膽子夠大，加幾多報名參加哦。好，一家之主就分享睇自己傾下來學習，來一特別培養感情哦。一家之主，你下禮拜再見，拜拜。